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謝飛 Daniel。北海道咧唔係只係去滑雪或者係睇呢個雪景，原來咧當地咧亦都好多唔同嘅天然嘅溫泉。有一個溫泉咧，佢係埋藏喺呢個嘅小鎮嘅裏邊。你浸完之後咧，啲皮膚咧係滑捋捋，好似加咗一層護膚油咁滑。佢唔係加咗啲咩化學品，而係來自地下幾千年嘅植物腐化而形成一個溫泉。喺日本係非常罕見。呢度冇咁多遊客同埋商業化，反而多咗一份北海道鄉村溫泉嗰種嘅淳樸味道。好啦，我哋即刻出發，去到呢個北海道嘅秘境溫泉鄉十勝川溫泉。由札幌出發咧，先坐 JR 嘅特急火車到達大港。如果冇 JR Pass， 來回火車費係14,000至18,000日圓。然後再轉巴士去十勝川溫泉，全程咧大概係3個半鐘頭。其實由大港火車站落咗車之後咧，車站已經有一架專車咧寫住十勝溫泉，咁大家可以上呢個巴士咧，就可以直接到達溫泉區啦。單程係500日圓。車程30到40分鐘。十勝溫泉最特別嘅地方呢，就係佢屬於日本非常罕有嘅植物性溫泉。泉水呢，因為地下植物呢長年孵化而形成嘅，所以泉水呈一層層嘅咖啡嘅金色，而且呢水質係非常之滑，亦都被稱為呢個美人湯。今次呢，我哋去到呢個非常出名嘅溫泉嘅旅館啦，叫做觀月苑啊。咁我係作一個1日嘅體驗啦，就買咗1日嘅飛咧入去裏邊浸溫泉，就冇過夜嘅。如果大家可以留長時間咧，就可以喺度過夜住一晚都冇乜所謂。但係我就即日來回啦。如果坐巴士咧，其實可以直接到呢個嘅溫泉酒店。呢間酒店都幾古色古香咯。日浸咧係每人1500日圓，包毛巾同埋 locker。喺裏邊嘅露天風呂咧，睇翻十勝川嘅景色咧都幾靚嘅，但係因為裏邊我唔可以影相。呢度望翻出去咧就係十勝川呢條河流嚟嘅。呢隻男嘅，呢邊女嘅，又有水機可以買嘢飲啊，有一個章可以感應。睇下佢哋官方相咧，我就喺呢個池度望翻出去嗰個河流啦。冬天咧就落晒雪都好靚嘅，咁喺室內咧亦都有一個嘅戶內嘅浸池啦，有唔同嘅水溫。除咗觀月苑之外咧，另外一間叫大平原酒店，入場係1000日圓，比較平啲，但係去到嘅時候咧佢係閂咗門。其實整個十勝川呢個鎮咧都好多唔同嘅溫泉酒店，大家可以喺佢哋嘅網站度啦。或者旅遊局咧可以 check 一 check 邊間酒店價錢啊收費啊，可以選擇唔同嘅酒店去浸啦。其實除咗係大型嘅溫泉酒店之外咧，佢哋嘅旅遊中心咧都係適合一啲嘅1日旅客咧可以去到當地咧可以直情喺個旅遊中心嗰度浸嘅。而當地咧亦都有一啲嘅小食啦，同埋拉麵店啦，可以食下呢個拉麵啦、十勝名物啦。同埋咖喱啊，咁亦都係相當之唔錯。咁喺外邊呢，就有一個叫竹湯，呢個係免費嘅，咁大家可以浸下腳呢，亦都係欣賞嘅北海道雪景。呢個就係唔需要付費嘅，免費。咁啊，大家亦都可以悉隨尊便啦，豐儉由人，體驗呢個北海道最著名嘅美人湯。呢度仲有埋呢個開放日期同埋時間啊！浸完之後呢，你就可以真係感受到全身皮膚呢都係滑捋捋。浸完溫泉之後呢，就坐翻巴士翻去呢個大港火車站啦。當地火車站呢，亦都好多唔同嘅美食嘅，記得食呢個嘅豚井啊，呢一個嘅十勝嘅名物啊，係非常出名嘅一個嘅
燒肉飯，或者買翻當地一啲嘅出產嘅手信啦。下條片呢，我會分享翻今個旅程呢，我喺札幌呢個博野站食咗3間呢係非常之抵嘅 CP 值超高嘅呢啲嘅餐廳，同埋入住咗呢喺當地好方便又好平嘅一間特色嘅南濱酒店。記得繼續 follow 我頻道啦，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啦。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